来，大家目睭上过来，耳孔拄过来，有一件代志要放送互恁知。吼，这太严重了，这有可能比疫情较严重呢。因为我深深感觉到，咱优雅的台语文化强强要消失去啊。所以自我细汉，便若地有办台语比赛，我就拼去比，算是台语界拍袂死的佳纸啦。毋是我足笑足爱比呢，是因为我有传承台语文化的责任，顺续工商者。六弟频道试落看就知，由我做起，听我讲笑开，希望全国的少年家甲小朋友拢足够辣台语。但是我今仔日毋是要来讲笑开，是要来和乐吟唱互恁听。大家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枫桥夜泊中价，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江风牛好对洲眠，姑苏成月寒山寺。夜半钟声到客船，枫桥夜泊中价，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江风牛好对洲眠，姑苏成月寒山寺。夜半钟声到客船。